大家早，今天是4月2号星期三，每个各大指数开盘大概2个小时，可以算是低开高走，然后4个指数呢现在都是有增长的，这个算呢可以算的是第二天的这个反弹了。因为昨天呢，就道琼斯就基本上跌了一点点，跌12点，跌0.03%，很小很小。然后 S&P 呢，昨天呢算是第二天的反弹，它是呢涨了21点，涨0.38%。Nasdaq 呢跌了差不多4天以後呢，昨天終於呢有一個比較好的增長了，回升了，漲了151點，漲0.87%。Russell 2000昨天基本上沒有升跌，就是漲了0.33點，一點都沒有到，就是漲0.02%。所以呢，就 Nasdaq 意思說呢，可以算是終於跌了幾天以後呢，昨天第一天增長，然後今天呢也是漲的。這個指數呢都是漲的。今天比方說道瓊斯曾經最差的時候呢，是開盤差不多跌了300多點，這個0.8% 不多，但是慢慢的漲起來。最好的時候呢，就好像現在這個時間來漲100多點，180多點，差不多漲0.4%。今天呢最主要呢就事情都是了。萬眾期待啊，就是期待這個 Trump 總統的他會宣布他最後的這個關稅的對等，所謂對等關稅的政策，就是呢應該是在East Coast 美東岸時間呢下午4點鐘，就是我們西岸的 Pacific Time 的1點鐘。所謂對等關稅呢，有消息指呢，就是說它對於進口的貨品啊，所有國家應該徵收這個20% 的這個新的關稅，當然也會按照每一個國家的這個對等關稅呢就有所調整。這些新的關稅呢，就公佈以後呢，就馬上生效的。然後呢，就再過一天4月3號呢，明天呢，就是他先前說的25% 的關稅，這些通通的新的關稅的這個都會跟現在呢，其實呢已經對於這個鋼鐵啊、鋁材啊、中國商品呢都有關稅的是另外的，並行的同一時間呢都會徵收的。所以呢，市場呢都是非常關注這個政策的，然後再加上呢最近的這些數據顯示，昨天有這個美國的製造業數據告訴我們3月份的活動呢就轉跌的了，然後呢，但是呢，它2月底的這個職位的空缺啊 ，job 的這個 openings 的話呢些許下降，然後就比較穩定。就有點緩和了市場對於經濟前景的擔心。還有呢，今天有另外一個報告，就是這個 ADP 的小非農就業報告。這個3月份的這個私人企業的收支經過調整就業人數的話呢，經過調整以後呢是增加了155000呢，遠遠超過經濟學家預期的111800。也超過了上一個在先前2月份的收緊以後的84000人。其中呢增加最多的這個人數呢是這個professional 這些專業啦，這個financial 金融業啊、製造業等等的。其中呢製造業呢就增加了21000多人，是2022年10月份以來的最大的增幅。服務業呢也增加了132000人。所以呢，顯示呢，這個勞動市場呢，就有點真的是比較有它的韌性，所以呢，就是還是比較健康的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呢，就市場呢就繼續關注，然後這個利率的話呢，今天就這個10年公債利率最近都跌得比較厲害啊。就是對應它聯儲局這個減利率的可能性。現在呢10年公債利率是4.161，最近呢跌得挺多的了。然後呢，現在就大家這個期貨市場啊，利率的期貨市場
聯邦利率，就市場呢就反映了，覺得呢下一邊呢5月7號聯儲局開會的話呢，減利率的可能性呢大概還有15%。6月18號的話呢就比較好了，就70%呢起碼會減0.25%。黃金呢就今天些許下跌了，先前呢曾創這個新高的，現在呢現貨的黃金呢是報3125。因為最近呢市場呢都是這個對於關稅問題的話呢，經濟衰退擔心就避險的就跑到黃金來，所以連續4個交易日都是創新這個新高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財經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為你報道。